最近咧好多人咧話中港牌唔使錢申請啊，講到我都信咗。咁啊，最後係咪呢？話俾你知。你好，我係 Pierre，今日就講中港牌啊，究竟係咪免費申請？咁啊，2025年嘅3月份，究竟睇下最新嘅行情係幾多先？係啦。最近咧喺抖音上面成日都話呢一個牌咧係唔使錢申請，咁啊究竟係咪呢？我而家就揭曉。嗱，呢一份咧就係高新企業，亦都有投資牌，一共係兩個情況嘅。而中港牌咧其實就一間香港公司，投資一間內地公司，所以咧你睇到呢度咧叫做港澳台投資有限公司，咁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叫做外資公司。同時咧，因為納稅或者高薪，你享有一個叫中港指標嘅一件事。嗱，講咩叫高新企業？即係高新企業咧，你有一個3年期嘅一個證書，咁呢個咧就頒授俾呢間廣東嘅高新企業。咁咧，但係呢個高新企業如果唔係呢一個港澳台獨資咧，係唔得嘅。所以咧，你將佢咧香港公司控制咗呢個公司，咁就成為個高新企業之後咧，就可以有個指標做到個港澳牌啦。咁呢個牌咧，其實就係1+1嘅，就係一個深圳口岸加一個大橋指標。所以咧呢個牌咧係有一個而家長期係唔需要納稅嘅，所以咧先叫做高新企業。係啦，咁你香港公司同內地嘅高新企業有關聯咗之後咧，咁你就可以喺香港買一架車。咁呢架車嘅車主可以係香港公司，可以係股東，亦都可以係董事，咁就可以做個申請噶啦。申請完之後，咁就將回執俾你噶啦。到短信你就可以約中檢驗車，跟住咧就收到封大信封。大信封去完省廳，咁你攞到個批文卡同行駛證，跟住就翻嚟咧香港做禁區紙啦。做完之後，咁你就攞到之後就去做邊檢或者係做備案。唔劇透咁多啦，各位網友，如果需要我代辦嘅，可以留言區話俾我知。呢個中港牌咧，你揾代辦咧，最緊要係信得過，其實安全交付俾你。嗱，記得仲要有名有姓，有個地步，好似呢度咁嘅，起碼有咩事呢？你揾到佢啊，因為好多時而家中介嘅風險啊係你最高嘅。係啊，記得留意我係 PL 啊。